2025年4月22日，本團拯救咗一隻14歲嘅老年貴婦犬貝貝。貝貝嘅全身生滿大小腫瘤，左頸更有一個明顯凸起嘅惡性腫塊，口腔牙石積聚，嚴重腐爛，形成口鼻息管，連食嘢都變成一種痛苦。雙眼白內障，仲伴隨心臟雜音。歲月喺佢身體每一處留下病痛嘅印記。但即使面對病痛，我哋依然冇放棄。本團即時安排第一輪手術，成功為貝貝切除單側乳腺腫瘤，連同病變子宮一併摘除。而另一側腫瘤潰爛牙齒，仲需要繼續治療。貝貝一生默默承受，歷盡滄桑，依然選擇撐落去。我哋希望貝貝嘅晚年有人陪，有愛相伴，唔再係一隻孤單嘅狗仔。希望大家可以為貝貝打打氣，俾佢多一啲希望，行得更遠。唔少手術其實根本等唔切籌款就要做，有啲情況真係分秒必爭，一個延誤就可能錯失一條寶貴生命。所以本團往往要即時作出決定。犬舍入邊仲有好多同樣命運坎坷嘅毛孩，等待關愛與希望。若果你願意支持貝貝，又或者其他毛孩，都歡迎加入我哋嘅助養計劃，一齊守護毛孩未來。